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综艺圈阿 Q 妹，大家就知吼，像阿 Q 妹安样，讲的那个小阿妹啊，也不用了嘅时间，也系讲有限嘅时间啊，算落去那一片哦。当然我去翕相做网美啊，故说今日阿 Q 妹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吼，当时哈本众网美们吼，大家去翕相嘅素材就到呀南投嘅新义乡，呀新义乡啊，做得看到呀。满眼满谷嘅梅花，呀梅花大家就知吼，越看越开花。故说你寒天的时间，做得看得到啊，满山头嘅梅叶全部就会抛谢谢咧，整形就像血 Q 样暗浆。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吼，除了要同大家来分享呀这个完美打卡景点以外，还要来同大家分享吼梅叶嘅好美食。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地都有请到嘅来宾来分享，桂香姐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桂香。真欢喜来到客家电视台，欢迎桂香姐来到节目当中哦。刚才有讲到吼呀，南投新义乡有道素材，其实有道素材，太体的大家就知有啲嘅种梅叶，青岛哦，唔过我有听过南投嘅顺丰嘅桂香有当到行业，我当时有听到新义乡有行业。呢度啊，该神木村做几下行业，全部就是行业，啊，係對哪一片晒來嘅？我家管佢條做南莊，苗栗南莊。啊，叫做同我共享了，我咩苗栗人咧？啊，我做客叫莫講下，做上下會唔記得去。啊，唔過就係同對啊苗栗南投有道素材，晒到南投新義有道素材，哇，來種梅葉。佢大洲種番薯。哦，大洲先來種番薯。係啊。哦，種番薯。啊，後面阿公就種呢啲嘅梅，啊梅家是真好。嗰樣是差唔多幾多年前啊？細嘅天啊，係啊，其實我家咩種梅啦。哦，我家咩種梅嘅？種茶種梅啊，係啊阿公佢條我條家佢條佢咩幾下種梅啊？嗰樣是種梅嘅家私當好。當好，佢都去到日本。啊，我上日本，古上家私當過。1號，係家下1號，係啊日本冇過來買咧，就冇人愛咧，係。唔過而家係喺啲嘅左也梅葉。我上講該貴體嘅就旺旺啊，然之後前禮拜去吼，佢會清香，假2禮拜去佢就爛嗆嗆咧。啊，當大餸嗬。係啊，青島啊，該是你嘅生活趣具。啊，我就留我家用講，應該留我寫我看點，我去平科大去學該做梅好冇？看貼片去學。係。哇，我有看到呀相片地圖，好呀梅葉真係喺東江呢。係，我梅葉青島。哦，呀差唔多有幾發嚟嘅地啊？我出街差唔多8甲地。8甲地。東發東泰呢？啊，掠下做無拉咧，唔拉咧。我就留喺產銷班去做，顯佢講冇寫肉嘅，蘇當冇寫肉嘅，啊天內還會做嗰種拍嘅紅。嗰時候真係係對家幹開始，雖然一開始種嘅面積同細到一下，青島，你可以家幹做個成本廿掉，生下來tan講要成本下二台嘅。有咧，有本生意呢又真係講，第4代呀，第4代了。我嘅細我就是第4代。哦，第4代誒，跟人哋梅葉地度，青老嘅梅葉樹係幾多歲？80幾歲。哇！佢都黑老咧，唔會生嘅，冇買會生梅，啊我做榴蓮，啊順豐樓佢種嘅較鮮嘅紅啦。古說其實吼，就像我一開始講到嘅呀，南投新義啊，也有梅葉嘅素材，就有東江嘅梅花。所以來做乜嘅呀？南投新義有個素材，都適合來種呀梅樹。做得請桂香姐同大家分享一下。佢都會日夜溫差，我嗰片吼，1年4季啊，你該棉被就唔是舒服了，清冷啊。啊，因為熱天可能溫度會較高啲位啊，不過按不調嘅時間。按不調清冷啊。啊，梅葉就好按用嘅溫度。係啊，啊佢咪會落雨啦，冇落雨吼，佢咪花開嘅，佢就罷工嘅，唔會太嘅。係，2年3年嚟都冇落雨啊。係啊，佢嘅梅。
就规下梅就死脱，该梅花就会冇死脱咯。嘿，就梅该唔會打字嘿，对，唔会打字，该花就死脱的，变该咖啡色的，啊，就梅就唔会出来。哇，故說呀，溫度啊同氣候啊，對呀種梅樹來講係當重要嘅。佢咩會熱啊，會落雨啊，啊冇落雨佢就會剔走啊。落雨、溫度，我有這個落差要很大。它佢就按不頭就清涼。哦，高土呢？因為南投縣差唔多會因為1000以上。1000以上就好。大概1000以上啦，1500。哇！下來啊！我也係想象到好啲1500嘅海拔地度嘅山啊，你看到呀滿眼滿谷嘅梅花，聽說當獎。我該梅花嗬就一獎，佢個規片大片紅拍幾下拍紅。哇！佢真係係當幸福嘅享受嗬。嗰時候我想貴鄉子對自家嘅梅園有自家管理嘅方式，聽講你特別用呀唔限農藥嘅方式來管理人嘅梅園。我老公嗬，佢就打造我嘅梅園青島，佢就2禮拜就打樹當嘅藥嘅，一開始嘅時間2禮拜就打個樹下嘅。打殺草劑，樹下嘅殺草劑。佢就報梅就肝病很嚴重，我就老佢講吼，應該藥嘅冇去寫，佢就講該無人愛啊，我就他第一關就是很難去溝通。嗰時候你自家有想到講愛某些藥嘅方法，就係某些藥嘅原因，就係因為人嘅老公佢身體唔好，對，肝病係。因為自家愛些藥嘅，你可能會咩？我都了解傳銷班咧，係農民講吼，你下藥嘅吼，第一個受害者就是自家。消費者哦，也是自家，第一就自家，你一些藥你自家就先知道了啊，按講你個本該消費者心情唔好啦，我就老佢講吼，你冇去下藥嘅，佢講該無人愛啊，我講我自家做，我講自家做唔怕啊，該無。上下該客戶講，哎呦啊，人家梅麼병啊，辣椒該熱啊，我講唔係該冇辦啦，係該冇辦就要紅做起來就一點紅，無啊拍紅。我報名我講，你看啊，該機械啊吼，就落去，那7分鐘啊，你就加5分鐘去磨它，佢就則唔會按無咧啊。報名了下人就唔會講人家梅無辦冇。因為大家還係想會受到空間。對啦，對。嗰時候出題呀，某些藥嘅開始，咩聽講啲種嘅方法，咩有一些些嚟改變，用呀草生栽培法。有啦，我就報名就去請個員工啊吼，甲做規下用拍嘅，冇去下藥嘅，樹當咩冇下藥嘅，佢就會較濟啦，冇講像以前咁講啊。其實用拍咧，當然咩有一些些嘅麻煩，因為你用上嘅就第一，你出隻寫除草劑，佢就唔會再個傷100、200就好咧。對，如果你用拍草會3-4遍，拍咧又傷，拍咧又傷，其實都辛苦。不過該紅吼，人家梅樹啊吼，人家石鐵度吼，佢出家要被死脫。你看該80人歲咧，佢就冇死啊。掠下人那石草嘅吼，30人年就跪下要死，唔會打梅。我說寫除草劑，咩會對人梅嘅樹本身，咩會有啲影響。殺草劑上到愛清強，你看那食落去，人都草就死脫咧，又咩該梅要當會掉，我講就冇愛咧，就冇穿按刀唔怕啦。對，佢用人工拍草過後啊，有草嘅就自然會有一些嘅生態。其實同農業會提倡講草生栽培，咩會同生態有關係。係啊，按做草嘅流啲咧，佢咩唔會按旱啊，冇落雨嗬，佢咩唔會個草。有保溫的概念。保濕保溫。對啊，係講按人間看個梅嗬，80人歲咧，很按冇買會打，係做咩樹嘅咩一健康啊。對。嗰時候咩係希望呀，規個梅嘅人家嘅生態做得較豐富啲喂。有按到嘛個生態，有蟲嘅啊、蜂嘅啊啲。毛毛蟲青島。毛毛蟲哦。青蛙咩青島怪嘅，青蛙係，
该底肚的吼就青豆，沙咩青豆。哦，给听错嘅。我说，没以为有要撒狗，这个我们这个生态链里面比较顶端的这样子的生物，我说就表示讲，人家毛爷爷，人家生态系清完整的。而家毛毛虫较多啦，老爱摘毛的吼，伊都都爱毛的老人摘哦，该毛毛虫按到嘛，讲唔怕啦，就较做转去吼，细心细细啊，就好诶。韩讲啲管理啊毛爷爷，因为毛爷树有的会上到冻狗，跟用干啥喏？要矮化，矮化用的矮化。就当个的吼，剔果咧，你就留个基体里，啊留在下背红。你按用佢会上网嘅按用过去。对，啊，你就太大嘅咩毛位啦，就留一层就好诶。嘿，啊，红摘咩好摘啊？啊，你太高咧，啊落嚟咩白唔上去啊？古说管理啊毛爷爷吼，谈起来，贵兄弟按用噜噜噜就讲过去嘅，不过其实真正爱做起来还系当难哦，还有当到红温到地度。等下好节目当中，我同大家来分享贵兄弟毛爷嘅后面事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。好，我让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，我系钟意权阿权妹，今日节目当中吼，来同大家来分享吼南投新义嘅也毛爷，加下上一趟出题有听到也贵乡自己嘅故事以外，还有看到当到毛爷书动江嘅相片，故作分享大家去到也南投新义有限嘅时间，做得去翕相啊，做得去看梅花，做得去识毛爷。唔过吼，我还想要来问一下贵乡子，其实种东西大家就得当辛苦。韩国你 TPA 又用呀无农药、无用除草剂，尽量用呀草生栽培嘅方式，本地来种。其实按样种嘅话，是爱农作物天差会读到虫嘅，害虫啊，亦系讲偏呀掉。有那度像毛嘢会读到那度。掠下就青豆嘅果蝇啊。啊，佢嘅剔蒜啊，佢毛嘅咧，私底下佢就毛嘅。嗰個其實蟲嘅唔會是毛嘢本身。嘅佢會是就佢會咬一下，跟青豆然後又冇一聲咬一下，佢就種地用就唔講嘅。我看青豆嘅咬一下，咬兩下就冇嘅，夾怕嘅剔蒜下，佢慢河嗬就清腐。啊，跟用夾啥咯？啊，咩摘下來做啊？咩摘下來做？就梗唔怕。從咬到行起做地拿來夾。梗唔怕，係啊，佢佢會木板啦，木板一度。木板，跟木板我用夾啥？佢咩梗唔怕啦，梗識得我去日本看嗬，佢日本咪紅木紅。佢咩要去日本看人做木嘅？86年要去個福岡山啊，看佢個工廠用嚟做木。你大做做嘅嗬，啊就去看人嘅做法，啊我去看轉來張嘅梅錢嗬，我大做就用個瓦斯，啊去看過來嗬，我就用個燒柴。古時候要去國外去學到呀，對自家有幫助嘅一條知識就錯嘅。日本個親有個耐心啊，啊我看就佢個天嘅梅嗬，我嘅唔合啊。米頭冇共用，先鹹嚟嘅鹽千多。因為日本人當到毛嘢愛包到飯團地度。我想講佢個梅按鹹就食唔得啦，轉來我就見切解都見解嘅口味就錯嘅。我就做鹹一啲咧，按梅按鹹啊甜嘅，我糖就冇變按多啦。唔過我一下想到，其實梅嘢啊，梅樹咩有本品種錯冇？有啊，千多。跟一般人啲台灣客接看到嘅係哪度？都胭脂梅、大青係太強啊，原料嘅。啊，佢有個野生嘅胭脂梅，個青腐嘅鹹毛色，啊咩毛肉。嗰時候一般像你自家梅園地都有種嘅係乜嘅品種？然後就改脫，然後佢改到係太雜嘅，胭脂梅咩青多，啊太強啊。胭脂梅跟太強，就像人家的口紅這樣，它很漂亮。啊，佢個水分較多，啊強烈嘅就做起來後較油肉
还有牛，跟就大家就还有好食了。嗰種你看人家脆梅吼，對而家胭脂梅做唔得。哦，胭脂梅做唔得拿來做脆梅呀？佢軟軟啦，唔會脆脆。脆梅，脆梅愛下會原粒嘅呀，係太強。大青對不對？呀，原粒嘅這樣做得拿來做。胭脂梅其實很軟，很軟。佢本身啊水分較多啦，人講望梅止渴吼，阿佢妹也係後來水悠悠滾，強強要留下來。嗰時候接下來吃吃看呐，呀脆梅吼，係乜嘅米絲？哦，真的很脆耶，好脆哦！好脆吼，因為愛做吼，你都做脆梅會把撈佢打開來，鹽滷滷啊就會打開來啊，佢將會釋解糖水啊。哦，古時候做脆梅啊，根本嘅吼，難得邀請到呀專家來到節目當中，古時候就會請呀貴兄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所以呀脆梅應用嘅來製作。你買轉去吼，你就鹽撈佢滷滷啊。鹽先滷滷啊，剛才一開始嘅那個重點要同大家來講一下，要使用太強大青或者是原粒嘅這種圓圓的品種，對不對？它強嘅，它強嘅，大概熟度。7分熟，7分熟的熟度。啊，撒好了就攞去採收清洗，然後鹽巴、醋、鹽，啊你就留佢運動一下就按摩，運動按摩一下，啊就大概10分鐘，啊你就拿愛殺牆，散當青豆殺骨吼，殺骨嗰種嘛，DIY 我就殺骨打開來打一下啊做唔得天太啲咯，天太啲就要水提起啊！哦，嗰個搶做的烤出一些些的蓬安樣。你看我就清醬啊，就是剛好一個裂縫而已，對不對？啊，你就唔是清太啲啦，打開來就做得。嗰時候呀就係呀，根本嘅廣式農民啦，愛同大家來分享哦，愛做呀脆梅，輕鬆有嘅一步就係你烤嘅時間，前面咧有一些些的重嘅東西烤一下。做唔得太太力，沒做唔得太細力。係啊，這個可能要多敲幾顆，去搞來吃看呐，對不對？啊，就泡水吼，就金魚泡水吼，你就放一啲嘅鹽落去，啊，燒咗就打咗就倒提起，燒咗打倒去，啊，就3度水。3度水，按用過去，3度水3擺倒提按用。倒提過先咧加落去。哦，韓國撒下來3度，浸提過後，啊，你就濕緊吼，用8斤嘅糖。濕緊唔係嘅，用8斤嘅糖。拍糖。啊，就8斤嘅嘅水就滾落吼，就較涼咧就放落去，倒落去就放喺冰箱1禮拜就熟得了。1禮拜就熟得了。哇！嘅愛做得按樣做好以後，做得放冰箱放幾久？幾張嘢唔怕。哇！嗰時候按你能愛講講幾位快得嗬？你就差唔多2張嘢。啊，該糖水都倒到木度，該白鐵鍋，你就煮滾。啊，煮滾，再過來倒落去。倒轉去，啊，你能愛較甜就加一啲糖啊。嗰時候根本難得，也有請到專家來到節目，實同大家來分享用嘅來做脆梅。嗰時候做大家阿權妹識到嘅脆梅以外啊，沒有懂到品種，由於咧親有名，大家聽說有識過嘅就是紫蘇梅。紫蘇梅聽講係那個貴兄弟自家去種嘅呀，怪事。怪事嘅。自家種嘅。自家種嘅。哇，這麼乾旱天氣用自家種。我梅人清發啊。梅人下個脆人咩清多。啊，那唔得，我就去苗栗，該公館該農會啊。哇，東後生呢？東後生嗬。因為有啲人會講嘅怪事嘅米絲。大眾我咩清講。嚇，跟住做乜嘅行去試教嚟做？啊，你下唔會啦。也下中醫識咧。係。嘅一般人行也到嘅感想係乜嘅？一般人行哦。也到較後生那種。佢紫蘇梅啊，你客家人就清好嘅。客家人清好識怪事。啊，脆梅咩一道啦。啊，Q 梅就後生嘅。後生嘅較好識 Q 梅。佢就較硬啊。啊，兩下就油做到該阿婆，講會死咧吼，我就研到佢拿鐵。
有老人拿铁丝是一个很贴心的做法哎，因为唔但像老人家可能生意呢设的时间，係啊，冇注意还讲紧讲法，还紧搞有冇？其实有一点危险。啊，掠杂煮掠人煮，留去剥摕去啊吼，啊，其做红的丝啊要清缝片啦，嘿，掠地肚煮无人的，对，啊，我老爱讲，ဒီ個紅有誒有人的啊，無人的紅的，嘿。啊，該阿公阿婆吼，就食做下縫片，啊，細個是咩縫片？哇，阿勇真人很貼心吼。你就做青島梅啊，咪會想辦法講啊，用誒去行銷啊。對，不過呀，紫蘇梅筍通還有一杯飲料，這個飲料係乜嘢啊？你就做紫蘇梅吼，愛無裝接落去，啊，你愛接就拿起來，啊，規罐啊，就做得拿轉去就做得得水8分，啊，椰梅接就2分紅的，啊，沖起來就好喝吼。因為其實我迄個酸係強酸嘅嘢，不過也是起來很順，超順，然後就一絲絲的淡淡嘅梅嘅味絲，然後沒冇嗰種太夾會強嘅怪事嘅味絲。唔會。好好喝哦！覺得要單獨買一罐就錯嘅。係，你吼就地杯唔會用介防腐劑，冇銅錢啊，冇介色素。對，因為銅錢嘅味道其實係色得出來嘅。按用係完全正經係冇糖精嘅味絲。我自家就過敏啦，對那個糖精，沒有我自家咩清強啊，出去攞杯食飯吼就有嘛介較唔好嘅化學物吼。氣甲會有感覺。起疹子。哦，這麼嚴重。故說你氣甲做出來嘅東西，盡量咪係合乎氣甲。我講吼，我做嘅梅吼，唔到行到哪吼，就做得拿起來食。唔係講介嘛介用電嘅切架食咧，啊攞杯煮太架食咧，介唔係，我就愛切架做嘅吼，就跪下愛行到哪就拿起來食。還有一類係家下貴雄姊有講到當到，後生人中意嘅Q梅，其實阿 Q 妹嗌咩青好食 Q梅，唔過呀 Q梅啊，家嘅做法咩係有一些嘅無 Q 用，只不過按有 QQ 吼。日曬烏。日曬烏係乜嘢啊？日曬烏哦，就強介無人啊，強介落雨啊，啊，大早就從啊，挨就食飯嘛，啊，要落雨咧，就跪下去衝介冇一本機打到雨啊，啊，夾夾數起來，啊，掠唔是嘅啊，掠下就青太雜嘅日曬烏。自家含 TPV 都愛做 Q 梅，起咧日曬烏，啊，佢個地杯吼，就無人就做唔得落去啊。哎呦，你就做得做出，迄講落雨，你就唔是夾夾去數，要品質又做得久的度，對不對？又唔可以有蟲嘅來鉗，衛生比較好。所以迄味道做 Q 梅貼片，做下得。啊，佢個細個吼，真袂樣扎實啊 QQ 樣。哇，黏怪時嘅就是唔是啦，怪時嘅吼，該阿公阿婆嘅時咧，叫做較軟嚟啲咧。軟呢就做得，哇，原來吼，你看呀冇嘢啊，一啲。冇嘢聽聽就做得做出按多種冇 Q 用嘅產品，還有很多內容兒童大家來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來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吼，同大家來分享南投新意嘅梅葉。啊，其實吼梅葉嘅好味是真係有當多種，無 Q 用熟嘅梅葉，咩做得做無 Q 用嘅運用，比如講我一下就愛來請貴雄姊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剛才有講到吼，做下脆梅愛差唔多6、7分。熟嘅脆梅，梅子再個拿來做脆梅安樣。差不多7分熟，要有一點點不要那麼熟的，記住它唔可以軟軟啦。愛將會切切嘅感覺。切感覺。啊 ，Q 梅可能就愛較熟啲嘅。8、9分熟。8、9分熟。8、9分熟就做得拿來做 Q 梅，因為佢有一些嘅口感。啊，全熟的咩做得拿來做？我就做梅醬啦。梅醬。梅醬記住愛做餐啦，吼，該餐。梅子餐啦，哦，梅子餐做得拿來做色咧哦，做得啦，跟你一般用亞梅嘅種做嘅料理係乜嘅？
就蜜梅鸡是蜜梅鸡传统的招牌菜。哦，也还有传统哦，招牌菜阿 Q 莫也还有吃这个呢，蜜梅鸡。其实吼就是唔会讲红微微红啦。对，有一点像那个，你们一定都会不会吃那个橙汁排骨吗？这个就是梅汁鸡，就一样的，梅酱有呀，因为呀肉有破锅，啊，煮到这种酸甜的酱料，就会吃到好像很解腻的感觉。它就清风片啦，你就马该煎用啊吼，黄的啊吼，啊你就泡好咧吼，啊你爱将就倒落去，然后去拌一拌，红就做得。要放黄的，听说要冻好色。黄的我就该当锅油下吼，就黄的就1:1的水啊吼，按就滚一下，啊就淋上去啊，一炸好了。哦，哇，安用就做得咧。你啲该香菜啦吼，该香菜啊，该红就清好食咧。哇，唔但请要梅啊，酸要本人流口冷水，讲出来梅做嘅料理咩要本人流口冷水。餐堂就爱西龙，爱西龙咩行人啊吼，伊就做该客家菜啊，该梅餐红人啦。佢说客家菜同梅嘅菜，你按用真电动有特色呢。就唔但唱中梅嘅听听，你连船连料理全部就做。大做就人该梅吼，你就小出去很慢啦吼，那就想讲按那一盘菜就10颗梅子，红嘅咩切下去啊，那就红上啊。啊，保梅爱洗学太咧，爱讲啊开餐堂好冇，你都转来做红。他的妹咩加咧啊吼，啊佢咩做餐堂的会计，啊爱细路就做餐堂的师傅。哇！啊保梅就嫌爱来去条老家自创学啊吼，啊就规下做下。全部就转来做餐堂。发展起家有特色嘅料理。系啦，啊你俩下老辈咩？上班咩唔係講去家磨布吼，啊你租房子也不好啊，我就說你過來嚟做啊。对，按有没懂吼？韩国呀，做得一直在研发新的产品啊，新的东西，新的想法。有啦，該第4代就搞佢講會變新啦。哦，嗰陣你點都係希望下二代嘅新年嚟家到更上新的東西。係啊係啊。因为时代一直在变嘛，按讲按西欧转来哈，就像你们都看起来都很年轻，很有想法。我说我们老了要退了，然后你们年轻的要上来啊。跟你嘅想法其實同開放呢，因為當到老人家可能會，也係講斯坦意義啊，就會知道講可能希望下二代愛照定自家嘅想法來建議。唔會啦，掠下消費者吼，你當冇家己錢咩冇去買啊。食飯咩係啊？其實就家己吼，其實過年做嘛個年節，其實會過來。有看到，其實有當到有新的想法加落去，比如講像這個盒子，這個設計也很活潑。係，我掠下其實客委會名我欣賞其實就客家人啦吼，客委會其實會幫忙做那個設計。這幾個都是他們客委會幫忙設計。就不管是色啦，也係講圖案啊，呀，全部看起來其實都覺得有一些跟傳統不一樣的地方，全部都改變。新樣啦，大陸的就是以前的吼，就較 Q 的想法，掠下就分票上來去做吼，分家就去發揮。唔講我看到水好有呀。梅也吃，其實呀水果做嘅呀酸吃，其實東島人都會做，咩東島人好食。不過我看到你做嘅很特別啲筍紅一個下，冬蜜一個下麥芽，還有冇用口米哦？其實會較重一點的哈，其實做得該麥芽啦。比較重一點是比較酸一點嗎？它梅子比較多。它酸一些些嘞，就做得生呀芒芽。冬蜜就它淡一啲咧，唔會按衝。哦。我嘅梅醋吼，我就用2、3年這樣油出來。做乜嘅愛用2、3年？做乜嘅唔做好就做拿出來賣啊？該清難啉啊，該唔好啉啦。不好入口，可能會辣嘅種感覺。會，我就清到就用3年，用5年按嚟油啊。跟你上次做好都賣出去，要不用3到5年。我見到東西，我都感覺講，要新的唔好食。脆梅就要做好就食，脆梅係，脆梅要趕快。
秋梅啊吼，佢要过2年。2年，你看佢6年，好久哦。第2年吼，佢要夫妇。哈。是啊，翠梅佢就你经泡水嘛，啊，该紫苏梅过时诶，佢该做唔得泡水。嘿，啊，茶梅要做唔得泡水，佢就冰。嘿，啊，你咱上道就留佢冰一滴个桶落去。给你爱大白就要有一个记事本记下哦，爱 Q 梅嘛该时节做嘅，哦，爱那个 Q 梅我不用记的张做来拿出去卖。个太工厂制度吼，佢该当个该员工咱去冰桶吼，佢就要写。哦。几月几日有冰。真型爱管理就错嘅。有佢该打青岛人去看，你应该一个证2个证该嘛该啊，讲一个员工冰桶。全部就系后门，讲唔记得去啊，记住留一个证啊，每次放一下就画，啊，有的就写日嘞，108几月还是6月、5月这样，嘿，就唔记得了。除了也按到东西以外啊，还有一类东西也佢们啊，一次动好奇动上嘅地方嚟嘅嘛嘅，我种梅精。梅精就原理吼，20颗梅子就做1颗的梅锭。按2下按吼，按用1桶匙爱几多2枚来做？可能20颗，2个毛1桶匙，该是滴来听。就是那竟然要20颗哦！我200斤200斤的梅做起来吼，8斤的梅精。嗰时候也爱煮冻久，这样有办法做出来。按布条该火冇关系啦，就太木头按还要用炒的，按用烧，没有牙齿，就像你讲的，你去日本吼。就爱去日本看吼，其实冇用该啊，其实炒按煎一啲嚟按冰，金冰啊，爱就该掠的，原理该素的哈太巧，就叠到去按。见烧，爱煮冻久就错嘅。跟爱听说来吃水看哪样，梅精吼唔滴说起来系嘛该紫米，按用做得冇？真好食咯，啊哈太巧一啲咧。哦，真的，跟爱是多的。真好食咯。神到哎，流梦者。精神很。哦。哇塞，有冇讲唔出来？呀，说起来一颗是黑清爽。啊，吞到去就甜的啊。对，吞到去甜的，不过最味还会有一些咸的味道。就你的体内吼，你那酸太高吼，其实会咸。嘿，啊，你那酸啊，清健康啊，就平衡了吼。其实落去酸，等下会变甜。哇塞！冻酸，真嘅冻酸，嗰種可能當上人嘅身體狀況冇咁樣，食起來嘅米線咩會冇咁樣？大家就冇買咁樣啦。冇買咁樣。上下愛煮吼，青島嘅國中嚇，啊只高中嘅先生啊，跪下就去看人用嚟煮，佢就拿嚟食啦。哎呦，你不用幾多鹽啊！我講緊冇鹽。全部就係冇嘅，聽。啊，二三就講冇啊，那油個甜啊。哦，嗰個當上人食起來，這個味道冇咁樣，因為應該係T140度吧？對，T140度。哦，啊，我哋下就看青島人吼，該梅真清好。對。啊，就唔敢食啦，買有青島人買轉去啊，其實冇食，就麻煩啦。啊，哋下該80-90年，我就買個機器啊，吼，啊，留佢風乾再打一隻啊，啊，你就跌落去就吞，就滾水吞落去就好嘅。哇，很多按封片嘅做法。因為形象嘛，我哋下就梅咩青島啊，產銷班咧梅咩青島。嗰時候你咩有自家有成立產銷班，係班長。有啦，就冇佢冇下藥嘅，我就做得蔬果類，啊，我就會採收前10天，去留佢摘個梅醃看下有個農藥冇。哦，還愛去摘過來先醃一下。佢講嘅唔準啦，佢都老唔講冇寫，醃起來上下油啊。啊，我就講吼，我竟然就冇數記嘅啦，我講做唔得就做唔得啊。其實我知道貴雄姐你做也冇嘢，全部有懂你懂堅持嘅素材，做乜解你會按堅持咯？我想講解唔能不用解同錢啦吼，
因为见识见试看看，俺就忙做好，俺就做到做得病了啊，俺讲俺无爱，俺就规下该用该冰糖啦吼，啊就用白糖，看你要做什么，啊俺就规下用糖。用自家身体健康嘅标准来做人嘅产品，同大家来分享。故说也就是当到啲台湾小农家條堅持嘅理念，故說大家相信台灣嘅農民有當到優質嘅農產品，同大家來分享。故說今日神農貴鄉子來到節目當中哦，謝謝，謝謝。咩神農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來做運動哦。